根据联合国强迫劳动问题特别报告员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在所谓新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一直存在，西藏也实施了类似的强迫劳动制度。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说法，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是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其任务是监测、建议和公开报告特定国家的人权状况和全球侵犯人权的情况。联合国当代刑事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小宝方志周二公布了这份题为《当代形势的奴隶制影响到属于种族、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人》的报告，指出，东突厥散和西藏的强迫劳动事件可能相当于奴隶，而构成危害人类罪。中国官方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共病毒疫情反弹和房地产危机对经济活动造成了严重冲击影响，中国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生产增长意外放缓。作为家庭支出主要指标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月份同比增长了 2.7%， 比6月份的 3.1% 回落了 0.4%。中共中央台办公室公布了最新台独顽固分子名单，包括台湾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和驻美代表等，宣布了制裁措施，表示将终身追究责任。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台湾与其他国家来往，中国无权支援。中方大计积极争取台湾能见度的政要与意见领袖，想制造寒蝉效应，结果适得其反，只会让台湾人民更反感。8月17日下午，以色列和土耳其宣布，两国同意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并将相互重新任命大使。土耳其已经决定任命1名大使前往特拉维夫。2010年，以军武力拦截前往扎沙地带的土耳其救援船，造成多名土耳其人丧生。土耳其随后宣布召回驻以色列大使，以土耳其关系陷入低谷。到2016年，双方才同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国防部今天宣布，解放军近期将组织兵力前往俄罗斯参加东方2022军事演习。由于乌俄战争尚未结束，俄罗斯有意拉拢北京。这次中国参与俄罗斯军事演习特别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印度、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蒙古国等多国也将参加此军事演习。受到高温气候影响，中国浙江、江苏、安徽、四川及重庆近期出现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的现象。地方政府和国家电网电力公司发布实施有序用电的通知。因为长江流域水位下降，水力发电已经停止，导致工厂停产。土耳其外长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在会晤后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土耳其外长表示，土耳其国家组织将努力解决问题并消除运输障碍，使从吉尔吉斯斯坦到土耳其的所有兄弟国家的地区成为物流纽扣。